星爷周星驰是亚洲华人影视圈的喜剧天王，更拍摄、执导过数十部电影，创造许多经典。他最近宣传自己的贺岁电影《新喜剧之王》，请跑宣传。被问到会拍摄《功夫2》，还有可能会参与演出。大陆艺人周星驰，星爷，我还想问一下，听说要拍《功夫2》，是真的吗？对的。其实不是真的《功夫2》，但是是类似这样子的故事。周星驰戴着帽子，穿着休闲帽 T， 出席自编自导的贺岁电影《新喜剧之王》映后，请跑宣传，在大荧幕前接受粉丝提问，谈到经典电影《功夫》续集，确定会开拍。大陆艺人周星驰，您会出演吗？会。我可以吗？你觉得？可以，跑龙套也行啊，这主意可以想想他，真的，考虑一下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表示剧情将设定在外国的现代故事，虽然不算是真的续集，但跟功夫有一样的方向，更首度松口自己可能会演出被打的角色，让粉丝超级期待，毕竟这部电影在粉丝心中蔚为经典。无厘头的幽默方式是周星驰自编自导自演，在2004年上映时，票房和评价皆开出红盘，叫好叫座，更横扫金马奖最佳影片、导演等5项大奖。因为他的电影似乎得由他演出才能冲高票房。周星驰执导的新作《新喜剧之王》，今年春节档在大陆票房只排第5，累积5亿元人民币，大约23亿元台币，成绩不如预期。更有一说是因为《美人鱼2》后制来不及，临阵赶工地补上贺岁档，所以成本规模低，场景粗糙，遭批没新意，打着经典招牌炒冷饭。现在《功夫2》由自己来演出，就看能不能重拾粉丝的心。